回头看，无国内的儿童患炎的个案总计着病着免爆性的脑炎死亡的个案是有4例，这是互全台湾的家长拢真不安，尤其是甲肠仔病毒引发的脑炎比起来，这个新冠病毒的免爆性的脑炎无时间会当来应变，嘛无药会当来治疗，有家长是真着急，甚至带囡仔去做迄种微型脑膜炎球菌的预防射。这真贵，注3射要2万块。也毋过医生讲这无对症，毋免开迄个戆钱。讲父母会当做的，就是观察囡仔是毋是有无对同，早一步送去看医生，这才是正确的道理。爸爸妈妈想真侪步数，就惊家己的囡仔得着新冠病毒引起脑炎。全台湾上少6个幼囡仔因为 Omicron 过身，肠仔毒脑干脑炎致死原因主要是攻击心肺呼吸管害气。新冠病毒引起严重性脑炎，会伤到脑部，严重脑灌水。肠仔毒也阁会当反应，也毋过新冠病毒较凶，抓起来速度真紧。肠仔毒当中也阁有药含药曲膜会当抢救，新冠病毒都互每一个父母头壳摸哩烧。肠病毒流传已久，许多的儿童本身已经有一些部分的抗体，有交叉免疫的效果，所以得到肠病毒之后，即使引起脑炎，通常不会太急太猛，也比较少发生，除非是肠病毒71型。新冠肺炎在台湾的小孩呢，也可以跑到脑部去，不过这个还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了。如果攻击到严重的部位的话呢，重要的部位其实2个病毒都是很凶猛的。如果攻击到比较一般的部位的话呢，那就病程就会比较缓慢。所以还是看攻击的部位跟病毒的种类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。来，简单张大。疫情严重，惊囡仔会破病，真侪爸爸妈妈拢紧甲囡仔带去诊所做微型脑膜炎球菌预防射。医生就讲，莫黑白带囡仔去做无关系预防射。打脑膜炎球菌疫苗也不能预防新冠肺炎所产生的脑炎，两者是不同的病原体所引起的。目前是希望打疫苗是可以降低脑炎的几率啦，因为打疫苗可以防止重症，这是确定的。比较合理的估计呢，打过疫苗以后，这个脑炎的发生情况应该会下降。即卖红婴仔含幼囡仔也无预防射会当做，父母会当做的就是加看家己囡仔敢有叨位无对同，亲像体温超过41度，人先爱困，无胃口一直吐，或者是头壳痛、脚筋、头壳无清楚，行路行袂知。若是有这个镜头，上好紧甲囡仔带去医生看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